Lululemon 股價累插近40%，跌幅點解咁驚人？又值唔值得大家低撈呢？今集用1分鐘同大家去拆解一下。4月初，特朗普公布最新關稅，由於公司生產基地集中於東南亞，令 Lululemon 股價再插1%，低見234.8毫四美金。以上年年底報大約380美金計，股價已經累插咗成38%。雖則近日特朗普喺關稅政策立場上有所軟化，對於 Lululemon 嘅經營壓力應該冇之前預計咁重。但係 Lululemon 行政總裁喺3月底公布季績嘅時候已經預警，消費者擔心經濟放緩同埋通脹加劇，減少消費導致銷量減少。而業績指引自然令市場失望，公司預計第一季收入介乎23.4億至到23.6億美金，低過原先分析師預期嘅近24億美金，績後股價當日已經插成1成半咁多，股價近日未見顯著反彈，繼續喺260美金浮浮沉沉，睇嚟都要等公司公布下一份業績先有比較明確嘅方向。你哋又點樣睇 Lululemon 呢？會唔會係趁低買入嘅好機會？歡迎留言討論下。記得下載 AACat， 再加入埋媽媽大風扇群組，成為我嘅盟友，咁就可以隨時隨地睇到我嘅心水股份啦。